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我要起一间厝，我要起一间厝，毋是要伫山内起一间厝，是要伫心内起一间厝。我要起一间厝，毋是要用钢筋起一间厝，是要用石头贴一间厝。厝的内面拢无隔间，一块大石桌加放伫窗仔前，将这片窗仔画出一幅碗的山景，将一股茶泡出规间厝的清扬。厝的内面拢无间隔，一块大石桌会当做眠床，阁会当泡茶。若有凉凉的风拄好经过，会使加减入来做花茶。我要起一间厝，厝的门窗拢无设锁，想要动，我着厝前厝后乱踅，想要静，我着来壁边打一个莲花座。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32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伊所写的《我要起一间厝》。所以今日邀请林凤珠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也佫有这内底含义。我要起一间厝，这是足早以前伫个民国90几年。迄个时阵阮清早去恒春佚佗那伫遐，阮熟悉伫满洲老北迄个所在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做文进。那文进呢，伊是住伫迄个向南迄边，那伊亲身甲阮讲过，讲伊细汉就有想要亲手用石头为家己起一间厝的梦想，因为伊从细汉来到30-40岁迄阵，一直拢有安尼梦想，所以伫足久长的时间内面呢，伊呢去收集石头因为因迄个满洲的溪迄湾拢有迄种大粒石头伊就看去收集，看去捡，看去甲收集起来较早伊嘛拢去台东的迄个海边，也是讲即个满洲的迄个海边，伊会去捡一寡迄种花碧玉、花碧玉。迄较早是无禁止的，无禁止人去捡，所以伊伫人还袂禁止去捡进前，政府还袂禁止去捡进前，伊细汉的时阵，因为伊足爱遐石头伊就安尼看捡，所以捡到即个40几岁的时阵伊已经累积一个量伊总将伊收集来遐石头，伊真正为家己去起一间石头厝。那安那起，因庄的内底有4个人，4个少年呢，包含伊，安尼4个少年呢，互相拢会相放伴，所以因4个人每一个拢用的2只手去将这石头一块一块甲贴起来文进伊的梦想中的一个石头厝。那这个石头厝内底伊无设门窗，伊嘛无设锁，大门嘛开，风会当自然出入。你入去，你就会当看到伊迄厝内底伊留下一个真大的空间做窗对外做窗那迄个窗较介先放一幅图伫遐，而迄幅图是我的，因为你会看到迄幅图内底远远的迄个草坪
足大片的迄个山坡上的草坪有牛行来行去咧食草，像迄活的山径。那即块塘仔的头前，伊就放一块足大块的石头，伊就讲啊，即块大块石头当遮会当泡茶，原来当做眠床啊，就安尼，就是伊计心识，伊就为家己真正去完成伊的梦想，用家己的手去甲石头贴起来，为家己去一间石头厝。结果呢，伊的石头厝伫满洲的乡内，总变做足有名。若去甲满洲佚佗的人，拢会带去伊的石头厝行，去伊的石头厝看。结果到尾会发现讲毋对呢，因为去的人拢甲伊铺伫涂骹底的石头啊就是遐的花片叶，一粒一粒刻走。你甲想你若一个体两个体袂要紧，那大量的人加减克，遐就减足济去。所以发现讲理想是理想。袂当伫现实生活中去足自在的实现，因为就是安那人拢有贪念，去甲人遐，互你惊打无要紧，你搁顺续甲人迄个石头刻走，后来伊总将门窗拢真正总关起来，拢塞锁，所以后来的人就袂当入去啊。那我迄阵就是为着记录伊即个人真古锥伊要为家己用双手去一间石头厝。后来伊也完成啊！我去写一首，我要去一间厝来记录伊的梦想，甲伊的完成。我要起一间厝，厝的门窗拢无设锁。想要动，我着厝前厝后烂烂踅；想要静，我着来壁边打一个莲花座。说来去，咱继续邀请林凤珠老师来为咱讲解这首诗内底一寡重要的台语文用字。我要起一间厝的这字起字其实有两种的写法，就是讲起造的起，一起来的起，迄字起咱咧讲起厝，嘛会当讲起造房子会当用迄字。那我用的这字是一切的切，左边加一个石头的石，砌砖的砌。那这字台语念做起，台语念做起，起厝会当用这字。何况伊这是安那一块一块的石头贴起来，所以我用这个砌砖的砌来厝，我是用处所的处，处所的处处所的处。我无用迄个草字头一个厝的厝，我用处所的厝。来拄好，若是有凉凉的风，拄好经过，拄好，咱台语讲恰恰好，刚刚好，拄好有朋友来，还是拄好发生什么代志，拄好安怎？迄个拄好是四好，拄啊好是四好，因为迄个舒适的适，即字你去甲切音。伊是会当念做得，你甲切音会当念做得，得好，得好。那伊的这个音转过来，咱台语也变做有的迄个音因为伊的声母是得，伊会当念做得伊，得，伊嘛会当念做得有度，而且它有音也有意，有音跟有迄个艺术，所以我用就是。白白用安尼用四好，来拉拉蛇，拉拉蛇就是安那伫遐，也毋是讲要去别位啦，也无要讲走偌远啦，就伫遐行来行去。咱台语呢，就讲叫做拉拉蛇。那这个拉拉两字，我就是用懒懒的，不积极，就是伫遐安尼行来行去，就安尼尔。若迄个蛇其实有两字会当用，一字就是咱咧讲蛇迄字。蛇，伊就是伫遐踅来踅去，咱咧讲踅来踅去，咧讲蛇啦，伊的音台语，伊其实伊是会当念做蛇，蛇、蛇拢会使。毋过我无用迄字，因为用迄字会甲人惊着。我是用英俊的俊，倒手边诶人字边，你甲换掉，换走尾啊，换走尾啊这字咱台语原来会当念做蛇，会当念做蛇，拉拉蛇。我就是用这三字。
我要起一间厝，厝的门窗拢无设锁，想要动，我着厝前厝后乱扫；想要静，我着来壁边摆一个莲花座。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宏祖老师写诗兼主题讲解，专门去电台制作，家事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这个继续空中再会。